好，大家好，我係 Marcus。咁今日公布就係2週年後半嘅活動。咁講之前都講翻尋日啲資料先啦。咁降臨十本勝負，咁就最尾贏晒，贏咗7個啦。咁就派9隻，跟住三本打嘅三本 challenge 嗰度，第一回 challenge 22,000點失敗啦。咁呢個樣菜啦，完全派一隻送嘅呢粒就係。咁穆克拉降臨就贏就3抗啦，派2隻。Nico Nico 觀看人數100萬同150萬突破，咁就一石，再加150萬突破一隻蛋龍，咁就總共13粒石，一隻蛋龍。咁嚟緊應該估佢啦，完咗2週年活動先啦，就會派噶啦。咁下次3放送都決定咗3月會搞，咁應該都好3月尾啦，我諗都 keep 住又有新降臨，1個月1次啦，咁都係 keep 住。咁好啦，依度先係究極進化，講多次啦。咁尋日就都係做 live 嘅，即係做直播就有講啦。咁結果投票轉到3隻最高票數嘅會究極進化，咁就係麒麟第一位，代行者第2位，同埋路西法第3位。咁已成定局噶啦，咁係呢3隻噶啦。第4位係撒旦。咁冇辦法啦，咁就等佢消息。咁其實呢3隻嚟講啦，個構進化都有點尷尬嘅。除咗代行者啦，代行者一定要 buff 噶啦。咁限定神嚟講，得佢仲係3.5倍，咁佢 buff 漲4倍都好合理嘅。咁但係麒麟同埋暗天嘅構進化仲可以點 buff 呢？咁呢個真係要睇佢哋長點啦，睇下佢哋諗定點啦。咁好啦，2週年後半活動。咁今次呢個活動真係好長久啊！今次就2月24號星期一，接住前半就去到3月9號星期日，為期2個禮拜。咁開始都係7日石、7日蛋龍。咁超絕成3 Godfest，咁 Godfest 今次就係投票啦，最高嘅20票，20個限20隻神。咁未公布嘅，咁再公布咗，再會喺 Facebook 度貼翻圖啦，再講翻啦。咁就係2月28號3點鐘，咁即係今個禮拜5 Godfest。好，第4彈，尋日講咗啦 ，EVA 跟進復活，咁就會加隻第9使徒啦，3號機使徒版啦，咁同埋再抽蛋機會加一隻嘅。咁尋日講咗，可以睇翻尋日講2週年嘅特報啦，同埋 EVA 合作活動個段片。咁好啦，耀日更新就星期2，咁呢個會拍片啦，出黃金之番人。火耀更新就超地獄級，都係講明難易度超地獄級。咁呢個會拍片講點樣打嘅，咁都試下諗下啲平民攻略啦。咁始終魚蛋同火龍果到而家都難打嘅，最平民嚟講都係啦，魚蛋用壽司啦，咁但係都要試嘅，即係就算我而家用打魚蛋都係6、7成到啦，龍果會好少少，漲到8成嘅，咁但係都好多意外。咁希望黃金之番人都冇咁複雜啦。咁黃金之番人升技就公佈就係升呢隻PC Pacitolas Z 嘅嗰隻光屬性嗰隻回復係啦。咁呢隻升滿咗都可能有用嘅，因為始終佢暗屬性無效化咧，你可以擺翻落壽司隊打魚蛋用，咁擋第3回合嘅攻擊。咁打完會再試啦，再講呢個雙屬性暗火。光火，咁就3000血1000回，1000攻冇回，能力值就渣過紅番啦。咁但係不過如果超地獄級你打得佢哋，其實都未必擺去放隊啦。好，第6彈群馬之野望公主踢登盡復活。咁呢度就重要啦。群馬之野望打衝啦。一隻800回嘅鐵壁之防禦，咁就
4隻衝就可以無限防禦加高3000幾回啦。咁就大小血嘅。咁公主踢就其實仲係果凍天使啦。咁應該佢都會今次會加埋覺醒。咁應該後邊再講。好，跟住呢個就係20 level 咧，咁其實20 van 啦，咁其實都好耐歷史啦。咁20 van 嘅朋友就會從拆呢個，即係開多次啦，個20 van 送禮嘅。咁送禮送咩就係5隻主角龍、火水木光暗。咁其實仲要係個加蛋啫，佢仲加1嘅。咁睇下到時大家可以再揾翻朋友送翻俾朋友，咁自己同朋友都有得抽一次。好，咁跟住第八樣機械龍 Rush， 咁機械龍 Rush 就3月8號到3月9號一日啦，一日時間，咁有能力打到嘅，打多隻咯，全部機龍，安全起見，其實佢尋日出咗扣極機龍啦，咁唔知佢會想點進化，留一隻睇下備用，睇下佢點玩咯。不過佢出扣極機龍嘅時候，我諗都會再出多次機械龍迷宮或者機械龍 Rush 嘅，咁再按情況啦。咁佢呢度中間都講啦，有機會出傳說海賊龍嘅，會睇下點啦。呢個新加嘅，咁跟住最尾就第9彈啦，大成功超成功1.5倍繼續落啦。skill up 2倍啦，5色超金齊晒，跟住要日 drop rate 2倍，金錢2倍。友情抽蛋出進化素材，咁呢啲都好標準啦。咁今次都係啦，會有魚蛋同埋龍果，咁要抽嘅就趁今次努力啦。咁都留意啦。咁其實今次 skill up 都差唔多歷時1個月到3個禮拜至1個月噶啦。我諗下次3月再出活動會3月尾噶啦。咁就大家留意啦，有得升技趁呢段時間升晒佢啦。咁可能中間會有1個禮拜時間冇活動，咁冇升技，咁就會麻煩啲啦。好，咁最後公主踢同埋群馬之野望嘅合作重，咁講少少啦，講多啲啦。咁好啦，跟勝抽勝嘅，咁第一就係群馬縣嘅草津燒溫泉滿記1 turn 啊，滿記1 turn 啊。咁呢個就改又就咁回500血變咗受傷害，每回合受1回合受到傷害減少，再加回500血。咁呢個會試滿血用唔用到嘅，如果滿血用到呢，咁嗰4日群馬縣就有機會可能真係要升下群馬縣啦。咁擺落 Hello Kitty 度用啦，確保幾時都有4倍。咁雖然而家都有人拍個片啦，咁點樣玩 Hello Kitty，即係肥白盾啦。咁覺醒技都勁嘅，一個木烈，一個自動回復。但係以神嚟講得2個嘅真係少嘅。呢個超群馬縣神嚟啊，係啊。咁但係就弱啲啦。好，公主就一個光珠強化，一個耐性，封印耐性。冇乜特別。咁但係唔知公主踢嗰邊會唔會有翻連動啦，可以再攞咯。咁呢個睇翻資料。咁公主踢嗰邊迷宮，草原之主火珠強化 skill up skill boot， 咁水就水珠強化水防啦。最重要果凍天使啦，果凍天使木珠強化同埋木防啦。咁就光就係光珠強化光防，暗珠強化暗防，咁冇乜特別嘅呢啲真係。因為依堆重其實你要留嘅就留一隻果凍天使，果凍天使就3色2.5倍。咁當然你之前有 Angry Bird 嘅藍鳥咧，咁 Angry Bird 藍鳥同佢一樣技能嘅，咁你就唔使用啦。咁最後就跟紅迷宮嗰2隻啦，就係都係暗珠強化、攻擊強化、水珠強化、HP 強化。咁其實呢啲就唔多人用嘅，咁覺醒純粹加翻啦叫做。咁好啦，咁講埋就係群馬之野望幾隻重啦。好，我哋 pause 先呢度。好，繼續講。咁就依度就係群馬之野望啲重啦。咁其實最重要就依棵葱，黑人田葱啦。咁依棵葱就精衰咗同平頭哥布林嘅。咁但係佢本身佢個自己能力咧都800攻800回，咁高回復嘅，咁可以即係留嚟用噶呢棵葱。
睇一啲行 course 嘅隊啦。咁其實譬如打行 course 第成，好多人都會用一隻木精配4隻木精配4棵葱，咁就上到6.25倍血，咁就再加鐵壁之防禦，20回之後就無限出，咁就磨過嘅 RO 第成嘅嗰啲。咁跟住豆腐啦，包心菜啦，同埋都唔特別有用啦。咁三隻嘢太陽田葱啦、豆腐、包心菜升埋就變做達摩，就進化咗達摩。達摩就超達摩，超達摩就炸彈嚟嘅，真係戰女神嗰招。咁呢隻呢，其實可以留一隻喺度打龍波利嘅，因為30呢嚟講，10星2星30呢，4星10 cost。30呢2星能力值高，咁超達摩再進化就係群馬猿草津招溫泉 level 1 6 turn，咁滿技就1 turn，咁30% 以下血回2倍，攻回2倍，咁基本上冇用嘅，係啦，基本上冇用嘅去到兩期。咁之前好多時候都係買升嚟擺嘅啫，咁而家睇下草津招溫泉改個咁之後，有冇啲用途啦？咁好啦，今日更新就係咁多啦，咁多謝收睇啦，咁都係啦，請多多支持啦，咁就 subscribe 翻 YouTube page、YouTube 同埋 like 翻 Facebook 啦，咁下邊會有 link 嘅，咁多謝收睇。